应该是这样讲哦，我从进电视的第一天，我就想着退出演艺圈。我一直都想这件事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站在人前台上，是因为人家喜欢你，所以你的名气、知名度，甚至于你的收入，都是因为大家而来。可是当大家有一天不再喜欢你的时候，代表你对大家已经没有这样子的价值了，对啊。所以我觉得那时候退出是合情合理的。合情合理的，对，所以我从第一天进来的时候，我爸爸、我父亲虽然一辈子在工地里面做工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你一定要想清楚，你以后回到家来，你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我们，因为你再回到家，你就是儿子，你就是一个小孩这样子而已。所以我一直记得这句话，从10几年前到现在。其实我进演艺圈时间不算长，只有10几年。尤其是我走完圣雅各之后，我一直在做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没有那么常上通告？其实他们还是会发，对。然后当然嬉笑怒骂去认识新朋友，我觉得很好。可是呢，我现在花更多时间在做教育文化，在做文化讲座，像是读书节目，对啊。还有做展览，我希望留给大家是这个。我走圣雅各的时候，圣雅各它的目的哦，是让你想想你人生想要留下什么，你人生要追求什么。我好像你说环游世界，我走过。我常常跟他讲，人生的战区、灾区、疫区、委屈，我都经历过、看过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我看的应该可以转换成给大家的东西。那如果说我45岁去走圣雅各的时候，我人生只剩下10年，如果只活到55岁，我要留下什么给大家？所以名气对我来讲是它比较像是我方便我工作，我做什么事，然后大家看得见这样子。但是如果说真的要离开的时候，我就会离开。对啊。所以爸爸是怕说你在外面有了名气以后回到家。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哦。我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，他就讲说，你不一定知道你要什么嘛，但是你要知道自己不要什么。我很明白的就知道，其实我这辈子最害怕的是贫穷，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家很穷，然后我父母亲、我们家人都吃了很多苦，所以我努力工作，甚至于现在努力工作，我都是让家人能够不要为钱烦恼。这件事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，对。但是当然这件事情，然后但是呢，过了几年之后，我进到电视圈的时候，我爸就跟我讲说，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开电视圈，你要先想清楚这件事情。所以他在我还没有被大家看见的时候，他就要我思考退路。我要投资，他就跟我告诉我，你要先思考你准备赔多少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准备拿10万块去买股票，他不问你要赚，他问你准备要赔多少，他诸如此类，他希望我人生去想退路的人。退路不是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而是你一定有很多可以做的事。